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呢個 channel。今年溜馬隊可以話係 NBA 入面最大嘅黑馬之一。佢哋喺季後賽嘅表現真係令人大開咗眼界，特別係 Game 1嗰場啦，第四節落後咗14分，嗰陣時得返大概2-3分鐘啦，而系統嘅估計個勝率只係得0.3%，基本上所有人都以為溜馬隊冇可能翻到盤，但係佢哋硬係靠住堅韌嘅鬥志同埋穩定嘅發揮，上演咗一場震撼人心嘅奇蹟大逆轉。咁呢度當然要特別睇下 Aaron Nesmith 同 Haliburton 啦，佢哋關鍵時刻投中嘅3分，可以話係呢場比賽嘅 turning point， 令紐約球迷嘅心情瞬間跌入谷底。尤其係 Haliburton， 佢喺呢場比賽入面展現咗超高嘅球商同埋領袖氣質，唔單止幫咗球隊追平比數，仲帶領溜馬隊進入加時。去到加時，大家都睇到紐約球員喺心理上受到好大影響，打得唔夠自信，攻防兩端都未能夠發揮出應有嘅水準，最後俾溜馬隊捉住機會，穩穩咁攞到 Game 1嘅勝利。呢場比賽對溜馬嘅意義非常重大，唔單止係季後賽嘅一場勝利，仲係可以極大提升呢個系列賽嘅士氣，證明咗佢哋係有能力喺逆境中翻身，仲要成功創造咗歷史。今年呢支溜馬隊真係令人刮目相看啦！無論係年輕球員嘅發揮，定係整體戰術嘅執行力，Rick Carlisle 嘅教練調動都非常好。希望佢哋可以保持住呢種氣勢，俾球迷見識下溜馬隊嘅無限可能啦。而喺第二節，紐約人必不可失嘅場次啊，否則連失2場主場係會大失士氣。但冠軍前鋒 Pascal Siakam 一開場就靠個人能力連拎咗11分，半場奪得23分。但係紐約冇因為 Siakam 出色嘅表現而嚇到啦。Bronson、Towns、Bridges 等等屢屢作出回應。第二節戰完仲有3分領先。下半場 Haliburton 輪翻新手啊，連中2球3分。Siakam 得4投全中拎咗9分，而 Bronson 都繼續為球隊續命。但係末節，溜馬、McConnell、Turner、Nembhard、Nesmith 等球員跳出嚟咬住比分，最後 Haliburton 收割比賽，而 Bronson 最後3分彈框而出啦，擊敗溜馬。而36分11助攻嘅 Bronson 已經盡咗力。另外有一個重點就係末節紐約人嘅另外一位主將 Towns 俾人冰在呢個板凳度啦，因為佢防守端俾人瘋狂打掂，而得唔到 Tom Thibodeau 信任，放喺場上面。Siakam 39分亦都係佢嘅季後賽得分新高，而佢出色嘅表現都為溜馬帶嚟咗 Game 2嘅勝利。而溜馬調動上亦都更加靈活啦，佢哋有11人輪換。咁上條片講到紐約人可能陣容深度不足，而呢場都證明咗呢個問題，溜馬可能會加以利用。但係我認為紐約人亦有反勝嘅希望啦。首先 Towns 同 Bronson 需要打多啲 pick and pop， 多啲利用 Haliburton、Siakam 嘅錯位單打，同埋拉 Turner 出嚟，唔好俾佢互框，盡量俾 Nesmith 同埋 Nembhard 單打，減少對面球嘅漏洞。球隊亦都需要防守 Siakam 嘅 off-ball movement， 守 pick and roll 嗰陣時盡量唔好換防，因為佢哋呢個系列賽利用咗好多 mismatch 去得分。最後大家可以喺留言區討論下，覺得紐約仲有冇機會喺呢個系列賽逆轉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